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 CGC 嘅 channel，先唔講咁多，揼樹再講。咁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啦，我係 CGC，大家可以叫我 CGC 阿長，或者其他，只要我知道你叫緊我就 OK 啦。咁正如標題所寫啦，我之前一直都係玩 PC 版 Minecraft 嘅。因為某啲原因1.10版本之後就冇再玩，咁都見到呢6年左右啦，都更新咗好多嘢，都想下載返嚟玩下，但因為電腦壞鬼咗，就只能先喺手機玩啦。因為係第一次用手機玩啦，我覺得都會做出好多離譜操作咯，咁都俾下大家啲娛樂啦，係咯。咁自我介紹就係咁啦。因為係第一次拍片剪片啦，希望大家可以俾啲意見，我會虛心領教，努力改善，俾好嘅效果大家。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、俾 like 同埋留言，俾啲建議我呢個新人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